夫君要忠心，心地陆君忘心意。当今皇上是我父，我等是今日有你驸马亲。今日是分了王神当心，那驸马再三叫我带谁去大理，我本想姑父去拜神，谁是两军拜神，父子礼。司令，驸马今日接待宾客，相陪老君，不免宫门挂起红灯，也好让驸马早些进宫。是儿呢？公子，宫门挂起红灯，等驸马为公拜一是。就为的是你，为我何来？我且问你，这世界之上何者为大？天地为大，何者为真？父母为真。你在家的时候，孝顺父母；出家之后，你尊敬公且母。有嘞，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母，今日是你公母七十上寿，你为什么不去拜寿啊？今日是分阳王寿大吉，文武百官都到齐，做兄嫂呈上桌台来拜寿，只有我昨日一生修有记，我临行怎样的嘱咐你，你不去拜寿是何意？
你我的身份都能比，凤凰雀鸟一高低。你是当家的人名字，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苦恼。奉了吴王之意，前去拜寿，看讲起来就是你吴王嘛。我吴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要拜上一份寿礼，何况是你？我怎么样？你是封阳皇帝儿媳，我乖的妻子，你自看。哼！你国家虽有些儿功劳，尽管口出狂言，藐视我王家，若不是我王家的恩泽，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？呸！你休闹国家富贵见上你，听我把旧事提一提。安禄山起兵万荆棘，眼见得他是天下花会女，一刀的江山从无起，多亏了汾阳王国子女。大夫子我父子们东浪西上，乱阵不装在上上。你不怎能做皇帝？姑黑你他当，也怕光阴四方的身若君是何理？虚公司大，你有反意，你要是君王把我心怪不得你进宫来，不对我迎君人礼，怪不得你当随红灯回宫宴，在我进宫去典礼，到王家前接奏的。休藏你父亲是皇帝，休藏你是公子把人妻。驸马爷今日要教兄弟，我倒要看你怎样的教训。我不但要教训你，我还要当你。你当，谅你也不管当。哼！你真的当我了？好，你当死我吧！
妻张作夫妻养，今望与他去这样不是，我早就说了。官臣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臣，你离开叫我娘子。我若是害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还称我一声小姐。事实将来，你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一声老爷，那么你也该还称呼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天生子女逃离间，只得我有口难开言。常言道，有理非为师，娘子你我从前一理。好一个有理非为师，来，从前一理。请坐，请坐。类似查票箱，请我上楼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臣，你在书房做甚？书房嘛，读书啊。读书难道是也要连夜用功哦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呀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官臣
为妻乃是一笔方。妻子比方倒也罢了，屡次查票向请我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啊，官臣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垂，不知道你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自有个人事？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臣的心事我俩知。有人知我佛乃是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一把眼儿不知，我从小读过生言诗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这个地方，那么你就猜看。官臣呐，我见你终日闷子那子，我不知你的乡村公产贵子。吟唱多情儿无处诉，何愁算公大贵子？我莫不是你离家出去时常相亲，一日为了男儿应有四方子，无需挂虑家乡事。我莫不是你言我你们势利的，我难陪你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朝，天下不本草，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。我莫不是你言我兰正长脸少，害得你官人少年子。十里红掌到雁门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我莫不是你言我兰真容貌丑，我难陪你郎一才子夫妻岂可用言冷？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心思。官臣，你休得取笑，这不是来那不是，我兰真难猜他心中事。
你向我悲啥何来？黄金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负他一片心？手相见情魂牵，娘子官城你当我是哪？欲将真情诉细听，真乃是有神谁知有谁人？常言道，风筝只得三分花，一股剑炮一连心，挖龙挖虎难挖风，此人此面不知情，我敢与他真心交情。离别他谁是我心啊怕。人下流去，官城，官城，官城。
莫守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戏呀讲。你欺人不把真情实，我问你要与是在商量啊！今日不问他真情的话，我好是看人关心去了，我可带尸体下楼去。我要到松堂去问端详。东方悄悄行花草如是美风头，喜气人人难以示，这姻缘把这牵落帮人人。三月来，吕婆吕兄把情
句，关心娘子恩情重，今日里化作台前送啊去手，娘子啊，从今儿天长地久成夫妻，娘我是去敬上一杯欢聚。娘子，想我张真，爹娘才死之时，与丞相金聪之女是有订婚，不因亲王家败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不料岳父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就命我在笔不但盘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烦门成也。这是我姻缘本是天生的，有才此成亲是一场，他今
不知花有四季也迷人，变做了美女，要害我多受了。哎呀，莫非是牡丹小姐当书房？小明儿谁叫牡丹，恰有为国色天香。呀！果算小弟来到书房，哎呀，小生的陈愿意有谁啊有谁？哎呀，不管啊是不管。小姐，小生书房见来，我们何不在月下当书啊？小姐，请坐。你也请坐啊。我有啊。
请坐，请坐。好一位美貌的小姐呀！好一位英俊的小人也。小姐，长郎。武长征远道来投亲，梦我挂名我在必不弹断公书门，武长把私生的长女，真乃是无缘难打龙女情。今晚多关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境？长郎，独自为弟弟做事前事情，来郎君黄泉孤灯外人魂，风外冷暖随人离，孤苦凄凌无人问，满带自情心不爱，因此我一笔双亲快郎君。小姐，长郎，岂不为京中居官长郎意？梦里醒来了龙女魂，好一个梦里醒了龙女魂，小生是一见还是家道的，光明的灯龙虎榜，怕不了小姐你终身。你须到功名为灯笼虎榜，我看你定有今生好前程，总算是此生在公难责归，满带永不必初心。常念到夫妻欢愉常相聚，真比那玉堂金银10分。他妻子道理风常容颜美，更有那武海好心两边曾情，无道姻缘已无分，恰在此
人相头，弯弯柳眉似乌毛，舞舞青丝似马高，细细声哟三溜溜。一笑十三闻，为手一看落趴下，你说走进那和尚庙，四大金刚，你说到他小心高高，你心强。朱门兵有意与他去开玩笑。你见女子貌翠绿，大言不必太夸耀。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天时良机么太凑巧，谁有台想恰巧，元宵灯。逍遥，哎呀，罗逍遥，说什么从此配人鸳鸯？我看你呀，老夫要比为丈嘛。大爷家父全是高哎，弟弟为
去，大爷要把堂成亲慢走。我有娃要哎呀呀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娃呀？哎呀，我在湖里，你在水里。哎呀，快讲快讲快讲！郎君生里谁不孝？大爷的名声不太好，人人称你是黄老头，一见你自己脱了袍，看看地方心思平，不许打，见了一声要少一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哎呦，大爷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啊，徐大姑娘，啊娘，多情公子望天高哎，天上菩萨也知道哎，君子斯文人老人，从不撒谎哎呀吵哎，身心体贴不问人。从不起来，从也不啊闹哎！你说打我不还手，你说骂我微笑，哦嘿呀！你真有这么好吗？啊，你不相信？哎，王彪，王彪。大爷叫归好了。上一道眼见为实，耳闻为虚。他还是不信。好，我打击你款。哎，大爷，你当得不够响啊！哦，重来过，重来过。大爷，你往日的话都到快去了！哎，他们女人啊，就爱这一套。哦，对我把他骗到手，才知道理。去！我还有娃要讲。哎呀，先摆堂再讲话。先摆堂，先摆堂，先摆堂。大爷，站着，站喽！哦，你讲。是。
定要在今朝。赶紧设法脱身逃，再开玩笑要自糟糕。其实凶人他都知道，正月15出远门，官路一定为你讲道。正月15出发船，海上一定会起风炮，上山要落瓦架上。不要断独木桥，马的中营长爬草，烧要被天火烧。生意长大要乱唱，有暖到头要进苦苗，生气更是不得了，新郎子订婚烟花。手夹抽筋，不到3方，救命送掉啊！大爷，大爷，王彪啊，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不晓得呀，有些害怕。那么一念之间，今日送位。书房留宿一宵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哎呀，明丫鬟来陪你嘛。你的夫人了，我谁要他们背，我谁要他们背，我谁要他们背了。哎呀！哎，今晚你就在我妹妹的房中留宿一宵。你妹妹？她妹妹秀英身高强，杭州谁女谁不晓？那一日我曾经托人来做过媒，王老夫他从中将婚事来主了，想不到天下是今有这官桥，今为相为谁？今笑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还有些不便。哎，明天你们就是姑嫂了，哎，有什么不便？王彪，送许大姑娘到小姐的闺房。送许大姑娘进在这是小姐的闺房。三你老啊！三你老啊，弄只老狗，弄得我爬出来，听得外面闹吵吵，为啥骂我12老？长得我生12老嘛，到了我生12老，哪个3块老？一沾上我这黄毛毛，侬陪我黄毛都罢了，实不被我黄毛不会放过了12老。
侬这王毛毛，侬不该摸我10年了，杀脱毛毛唔咋个大不了，我赔侬一只团船毛。我这不是团船毛，搿么泥船毛，不是泥船毛，搿么单青毛，不是单青毛，搿么双青毛，也不是双青毛，桂花毛，不是桂花毛啦。难道会变金丝啊毛？吹得对么？吹得妙，一点不错是金丝毛。我搿只金丝毛，你里为得干净条，么夜到为得吐元宝，徽州朝凤去古道，铜田万古3000条，3000条铜田我分马了，还是我这毛毛好，侬今朝不陪我同行3000条。哎呀呀呀呀！我绝绝不该到哪里来过我要送侬八载。侬好在不在？那个西瓜雕个毛毛去站在身，现在要背3000条铜钿，侬去背伊，侬去背伊。毛毛不是我战士，是张师傅战士个啦。侬讲的是真啊？真啊！来，那一天张师傅到俺屋里向来看洞，张师傅个毛毛吐起一块暗香，把张师傅拉个一道都来，战士嘞，我啦是帮伊去管掉个啦。根本侬进去啊，侬进去。哎，可奇怪掉个毛毛，倒帮助我多忙噻。那这老狗爬进去发报出来噻啊！三师傅，侬来，侬来，来，陪我毛毛，好个好不陪我毛毛，我不肯歇个。好个好个。陪来，三师傅，我倒真有桩事体要同侬商量动子。哟，侬这个12点往还有事体等我来商量。事体嘛是假的，我想讨鞠靖姑娘。要是鞠靖姑娘肯做我第三房媳妇，我拨侬10两银子啊！项目嘛报了我个身上10两银子，葛么我再加侬5两。搿场项目起码嘛30两，30两就30两，都来侬动动。动头发上，前头总要插过大来，像12路搿种个人，先不要伊动的，要得一个。三师傅，我先拨侬10两。那干少啊？事成之后，照书奉上，一言为定。只要我查了2把刀，帮侬讨到绝境阿老。只要讨到拘禁牢，300亩田地可保牢，奇瓜雕前面下木桃，我10年牢，后面去做何事只要动的银子多，我们来年不少为过红。那不赚不到，一赚就多。哎呀天啊地呀，侬个海爹娘该张天宝啊！小老子，来，哎，小老子，我跟侬讲。
毛毛不是三块老斩杀过，是黑家的张苦东斩杀过啊！我又没讲是张师傅斩杀的要错，外头叽叽喳喳啥人啊？张对我身张天宝，侬不该斩杀我这金丝阿毛。我这金丝猫，一年为玩三声猫，清早起来白毛毛，夜里黄毛毛，夜到晚为玩黑猫，这年里为得干净掉，么夜到为得拖元宝，惠州草风吹过包，冬天玩过三千辣椒，侬今朝只为我冬天三千条，院里高府里高，圆滚衙门长包包，圆滚太太我相好，跟你多亲亲我一个我的路，路头虎气朗朗叫，一根链条经常套，拖到公堂把屁股靠，一脚推动手干，操，坐得侬屁股烂骨掉，拖劳动那个杀气多，有得动啊的侬啊唔认报。我说他是只贪食猫，哈里会变金丝猫。我是手里做肚皮哑巴，成功多年苦冬老。就是我屋里苦冬加上刚早为我连我阿囡平平脆脆都卖掉，铜钿不是3000吊啊！侬啥是背不着铜钿3000吊，我得弄到府内衙门去开呀！做啥啦？哎呀，这你爹王啊，侬真不晓得了，我搿只宝贝毛毛啦，那把个张口东啥个那个一刀都来斩死呀！三叔伯，外面难看哦，里向去讲，里向去讲。哎呀，张师傅啊！恁个手里啊，真是不长眼睛哦！侬好在不在那个奇瓜雕个毛毛去散散身？奇瓜雕搿个人，侬弄得过伊啊？我啦，真心真意哦！只要侬拿那个阿囡配拨我做第三房媳妇，奇瓜雕个东店就由我来担的。我阿囡个事体要问我阿囡自家个。那，侬真是个大师糊涂个七窍不通了啊！那像12点我搿种般个人家嘛，侬当着金丝灯笼，搿做也做不到的呀！侬不去呀？好高吃官司吃！哎呦，阿囡哎，三叔伯啊，侬拉俺爹到哪里去呀？吃官司吃！俺爹犯啥法？问俺爹自家。阿爹啊，做啥？阿囡，我拿一只毛毛战士，把伊晓得嘞，要叫我赔3000吊铜钿啊！我赔不出，那我吃官司去。哟，这奇瓜掉到脸的，搿12点我来做啥？哦，伊讲3000吊铜钿问伊来夺，就是要侬把伊拉做第三房媳妇。奇瓜掉上门做刚康，12点我来做和事郎，提出条件一了，就是要讨我进牢，其中一定有蹊跷，跟上相母只好逃。阿囡，侬是哪位拉不过个？阿爹啊，伊是骂不过才为了，打不过才为逃，侬只怕伊反不好，侬快我来教训搿只奇瓜举金姑娘，侬放心好噻，我的三叔伯都讲好懂噻。三叔伯，3000条铜钿问我来夺，侬先回去。好哥慢，12点王，搿种样想弄个好意嘞？12点王，手机讲我，手机讲我，好个好个。三叔伯啊，那大家3零二说年年要见面哦，搿大吵大闹嘛像啥个样子啦？那人家来了讲，真理嘛只有一条，
王妹们也十七八条。三师傅啊，俺夜里讲里来坐来讲，坐来讲。哎呦，到底是鞠金姑娘了，讲起个闲话是有道有理。所以呀，啥人要是讨厌做媳妇啦，真是前世修来个好福气啦！三师傅啊，是不是俺爹到了这毛毛头来战死了？是个呀，我是几年个心血啦，养这个这心肝毛毛、宝贝毛毛，把那阿爹这个那个一刀都来战死了呀！哎呀，三师傅啊，毛毛们总要陪侬哦，跟侬讲俺个东西嘛，还要弄清爽哦。那我家过那收东西啦？那一年那年下来就看侬无啥悲戚，到俺里口去只黄毛啊，有不有呀？哦，有一斤多了重呀，看好嘞，看不完个。搿么还有一只对来都还不侬？搿么还有个称呢？称啊！哦哟，一根断钢称呀！哦哟，不好用在啦，心花都看不出来着。那搿当中啊，50斤一敲，100斤还一敲，关掉嘞。搿么还有一把好枪呢？火枪？哦哟，一把破火枪啊！喏，跟你一个碗糖的呢，是个哆啰啰，碗糖吃掉在。搿么还有一罐冰么烧火烧掉了呀？烧掉了？烧掉了。哎呀，三师傅啊，这样东西嘛倒不要紧哦。搿罐冰我是一定要还哦。搿么还侬是新个好嘞？搿侬还我啥个事呢？三事。不是三但是不是但是找亲子。不是找亲子。那搿样不是那样不是？难道未必数不掉？谁道真谁道，有什么错事说不掉？侬上阵，侬下阵，数不掉。侬哪里来个？侬哪里来个？我个祖母为妻早，条条担子向河跑，从出走到越长沙，同阴阳婆吉祥好，送来一根烧不掉，东唱西唱唱不浪，上了好枪槟榔，刚刚好一部好枪齐成高，好枪吐来一记关，一碗青丝点我盘，好枪吐来一记草，一窝萝卜为边用，好枪吐来一记灯，一碗青丝别忘记，好枪吐来一记枪，枪出我的年是样。拉起喇叭响，早起早早头唱，王船你去不算账，电炉炉是吹凉凉，路不与那汉菜锅，俺家一碗没钱账，我墙头来炒一炒，一上一是气氛了，气氛啦了，走，真多走，我身不如自家掏。搿谁说侬肯收不掉啊？吃不来我这金丝猫。我枪是上上，挥走朝风去古堡，通天万古6000条通天我分马条，陪侬一扎金丝帽，通天四起3000条，侬陪我跟说不你吹调，6000条通天分好少，3000条通天吐来招，凡是些
侬3000条通天不来找，我的侬到中家祠堂去跑一跑，县里所叫来一道道，请上鼓掌太公丈夫高，我要侬来众人面前来跪倒，我在告发侬这女的闹，推什么昂首金丝帽，关上门来做钢考，说得大家心火冒，关在侬这鸡瓜雕，弄着好夜里严家把蚕套，夜里时时在破庙，东暖西不是子，漂不能到土路，弄个是谁了？不得了，今朝帮着同好了，一个看在比我好，各场项目不好套。桥上30个鸡瓜雕，侬知某某我知道，前程遇过蒋姥姥，一只黄毛毛，前年一哭生过2只猫，侬是连天雨大涛，一捉来一只黄毛毛，阿里会变金丝猫，阿里会变金丝猫。加上跨年小哥拉毛，弄得我前领儿所叫叫声姑娘举金老，我这不是金丝猫，侬啊不是说不掉嘛，大家都来呼啊呼呀，侬这不是金丝猫，我更是真正的少妇你才掉，侬眼睛不要脸嘎嘎，还我一张黄毛袄，偏身不要脸对对，还我一张宽腿腿，上家不要脸蹬蹬，还我一根乱钢秤，头皮不要脸糟糟，还我少妇人才呀这光是侬要我靠嘛，侬想到来慢慢教。30婆，侬不要东过我不是，我绑团哦。侬为究竟讨不到，侬叫我上门相骂讨，侬想拉么拉不了，还不与我去讨讨包。嘿嘿，姑娘想来为人好，侬是不是鸟意这一招？桥上帝王插你老，侬真为宽风水土做好牢。不管，侬是有田有地称呼好，有道有理才好高。不管当，是骨头婚姻要良好各一好，为啥鬼鬼祟祟傻虎俏？这刚是侬叫依靠，项目是侬上门讨，今朝哪个我的告，我的那到中家祠堂去开呀叫哦，大家快来，西瓜雕跑出走，快来！姑娘啊，我的侬贤灵儿说要好，我不该上一个圈套，只讲啊靠。姑娘啊，侬好比马着乌驹放放上，是不是鸟一这一招？姑娘今朝把侬烧，下趟要不要做钢考？这次教训不算小，下趟再不管做钢考，还侬真把玉破刀。
还是要。我还想问头哎，12对了。二厂的人子不来找，总家是当农气包。弄起来！好，我不能，快，我不能，过来！谁让我都给我难得有了！哎，小王子，侬当动！我真是偷鸡不成蚀把